创世纪第9章，上帝甲挪亚立约。上帝赐福挪亚甲伊的囝，对因讲：着生炭，加添真多，充满全地。地上所有的野兽，天顶的飞鸟，地面得白的动物，甲海里的鱼类，拢会惊恁，为恁，受恁管理。我将所有活的动物，亲像菜荽共款，互恁做食物。毋过有性命的肉，就是有加血的肉，恁毋通食。流恁的血的人，就是杀害恁性命的人，我要甲因处死。我要将害恁性命的野兽、人，甚至恁的同胞处死。所有流人的血的人，人嘛要流伊的血，因为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造人。恁着生炭真多，伫地上兴旺，加添真多。上帝甲挪亚甲伊的囝讲：但我甲恁以及恁的后代立约，嘛甲遐个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的活物，包括白鸟、精星、野兽立约。我甲恁立约，所有肉体的生物，袂阁互大水消灭，嘛袂阁有大水毁坏全地。上帝阁讲：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立永远的约。我要互鲸出现伫云里，做立约的记号。我互云惹地，鲸出现伫云里的时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，袂阁互水泛滥，毁灭所有的生物。我看到鲸伫云里出现，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对挪亚讲：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。挪亚甲伊的囝，挪亚的囝对大船出来的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的老爸，这三个是挪亚的囝，因的后代分散去全世界。挪亚是第一个栽种葡萄的做事人。挪亚啉酒醉，伫布边内赤身裸体。迦南的老爸含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，去甲伫外面两个兄弟讲。闪甲雅弗摕一领衫，看伫因的肩头顶倒退行，遮因老爸的身躯，因的面外面，无看到因老爸赤身裸体。挪亚酒醉醒，才知细汉囝的所做，就讲：迦南着受咒诅，伊要做伊的兄弟上卑贱的奴隶。挪亚阁讲：着学了上主闪的上帝，迦南要做闪的奴隶。愿上帝互雅弗确定，互伊住伫闪的布边，迦南做因的奴隶。大水了后，挪亚还活350年。挪亚总共活950岁才死。